西滨快速道路全长245公里，但是沿路一个休息站都无，若要变速就麻烦了。所以公路总局要伫中华线西起一个休息站，若是招标顺利，每年都会当动工。新北到台南西滨快速道路沿路风景真水，嘛是真侪驾驶伫连假时闪开国一、国三踏车的替代道路。但是全长245公里，沿路拢无休息站。原来我去经过阮遮个无是休息站，搁一个方便的所在，这是感觉第一哦不行啦。过去驾驶只会当路加溜道去找变速，真正是危险佮麻烦。因此，公路总局准备伫西滨快速道路的正中，中华线西新起休息站。有可能咱的快速道路啊，吼，这300公里左右啊，都有可能我把北中南各设一个，哦，咱用路人吼。大家较放心的啦，哦，落来时阵拢有高速公路迄个水准。若是招标顺利，上紧伫明年开始动工，完工了后，非长途的驾驶就休息所在，和西滨快速道路，袂搁再是大家所讲的禁入的快速道路。